风台落雨的时间，咱求主保守，互咱大家拢有主来平安，甲主的恩典。咱要三甲分享主的话，咱大声先来做祈祷。伫咧主啊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福分，互阮伫这个时刻做伙来伫你面前敬拜。因为上帝你互阮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所以阮常常都爱安静来默想、来思考阮甲主的关系。阮对你的信，毋只干那是一个名义上的名称，是阮的生命甲主相结连，享受着主你创造阮人类上美好的特质，主你互阮生活生命的品质。愿你通过你的话来，互阮得到美好的学习。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要续接伫顶礼拜咱三甲思考的同一个主题，就是甲圣神相同行的生命。顶礼拜咱因为有圣餐，有其他的节目，所以咱行了讲了无完整所以咱甲分做两个段落做伙来学习。今日咱有读两位的圣经节，稍等下咱会做伙通过这圣经节，搁一遍来做复习咱今日读的两段经文呢，有一个重要的迄个焦点，就是讲基督徒，咱信主耶稣基督，你得救的印记，到底什么是你信耶稣的一个凭据？是你拢来礼拜堂就是信耶稣，是毋是？还是你开嘴合嘴讲主耶稣哈利路亚阿门，你就是毋是？咱会记咧顶礼拜，咱三个分享主的话，看见保罗伫即个到伫即个以弗所的所在，伫遐来问遮的约翰的学生咱顶礼拜还有印象，问讲恁洗礼的时阵，你信主的时阵，有领受着圣神无？安尼。今日这段经文，佮线接互咱看见，是安怎有领受圣神是遐尼宝贵、遐尼重要。圣经拄则咱读的以弗所书1章13到14咱佮来复习一遍。伊讲，通过基督，恁嘛有听到真理的信息。就是迄个互恁得救的福音，通过基督，你就这个真理，这个是得救的福音，这拢真好拢搁续接伊讲，迄时恁有信，上帝就赐恁什么？赐恁应允的圣神。安尼必须一个互相的连接。我信，到底什么款是我信的记号呢？伊讲，上帝要赐你应允的圣神，互恁什么？互恁勘验证明恁属伊安尼。少年的会友可能就慢慢较无感觉着，但是即阵咱台湾嘛足重视啦你的印信足重要，对无特别来办遐有财产的，也是银行户你无迄粒印煞领钱领袂着啦，对毋对？所以印信的意思就真清楚，即个印一个嵌落，就是证明这是真的。这是有的，你的财产毋通伊死过摕互人，到尾你的房地产对别人的顶礼拜发生的真严重的案件一个大师甲一个少年囡仔甲带去讲要办煞办理结婚去啦，办2点钟煞跋落去楼骹死啊！你会看起讲，哇，迄个印信何等的重要，你袂使随便交别人呢。爱有信用才会使，有时愈亲近的人若无说字煞，愈害你害愈大，敢毋是？真侪咱的艰苦的事拢伫遐发生那信主耶稣，你无问捌偌侪知识，你圣经读偌侪，保罗强调讲，你有信，有得救的福音，上帝要赐你圣神。问题伫遮，到底上帝赐你圣神这个印记？到底伫倒位啦？这身躯对头垂到尾，到底印记伫倒位？这是咱基督徒足重要要思考的事啦。这段话有2个真重要的假释。
讲咱听见真理的信息、得救的福音来信主。先对听到道理，听到人传福音，听到咱咧幸福小组，听到咱咧福音地会，听到咱伫小组内底招人，你来听，也是讲真侪兄弟吼，头一个接触教会是甚物呢？就是头前的敬拜赞美。真侪人吼，无缘无故吼，迄个卡拉 OK 毋知唱几千条啊，但是一来教会，一个听到敬拜团咧带敬拜，目屎就流落来，这什么意思？因为你领受到这个圣神的开展，所以咱领受到这个信息，你开始有感动，上帝就是赐了伊所应允的圣神，做归属伊的印记啦。用圣神做印就对，圣神看袂到，无亲像你厝里迄粒印鉴，你啊保存好好势。圣神是安尼看袂到、摸袂到的，但是伫你的心，所以你的心有上帝圣神做印记无？这是基督徒一个足重要、一个基本的标准。咱搁看这个圣神咧做甚物？讲圣神保证咱承接上帝所应允的基业。拄则咱拄啊讲迄个社会事件吼，哇！你的房地产遐济啊，但是无保证是你变你的咧，人甲你陷害吼，哇！人也无命也无啊，连基业也无。圣神要甲咱保证，圣神这个印记是100%确信的，要互咱承接上帝所应允的基业。然后讲直到互属伊的人得到完全的自由，阁会当学到伊的荣耀。这话拢有一个顺序就对啦。你承接基业得自由，你就欢喜学到主的荣耀。所以咱人看起讲，这段经文互咱第三个教导是讲，圣神保证咱要承受上帝应允，保证你的基业。袂去互人抢去，袂通甲你暗藏去，袂通暗中甲你登记去。台湾的诈骗已经是世界级的啊！别项毋熬熬一步，实在是互你防不胜防就对啦。迄就是若要讲是邪灵的开力，甲你保证一个怎变异的就对。你即位，咱有即个圣神做印记，是要保证你的基业，这个基业应允意思是毋是干那肉属咱所讲的这个属肉体物质的基业啦？迄个属灵的天国的基业，你爱得有着。而且自由就是你的生命无搁再互罪所束缚呢，无搁再互苦楚来影响着你呢。你会当伫上帝面前自由来去，无搁再互罪遮无好的习惯。遐无好的生命的迄个污染来影响你，然后即款的人，若真正有圣神做印记的，就是一个懊恼的人啊！懊恼的人是艰苦、艰难、病痛，伊永远懊恼。伊知影伫主的内面，我绝对无丧失；伫主的内面，我绝对有平安；伫主的内面，我有胜利。兄弟姊妹，这是以弗所书所予咱一个真明确用圣神做中心，因为咱现代的基督徒，伊经过上帝创造，经过耶稣基督这个道家肉体救赎过来，这20世纪以来，拢是圣神运转的世纪。耶稣赏赐圣神，伫五旬节圣神降临，五旬节这个教会的生日开始，圣神就一直在运转，对早期到今仔日。兄弟姊妹，咱人看起讲咱爱读的这节经节啦，罗马书8章，罗马书8章9节到11节，特别是第9节，这段经文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因为伊甲圣神的属性完全拢讲清楚啊。所以我咧邀请讲，咱除了这个月爱背经节以外，这节咱搁加甲背起来。这节是第8章的第9节，我要请咱兄弟搁细声来读一遍好无？这段经文足奇妙预备来，
既然上帝的神有点伫恁内面，恁就毋是属本性，是属圣神。人若无基督的神，就无属基督。咱注意看到伊标示出来，这无共色的吼，甲三位体的上帝拢伫一节中间拢甲标明出来。伊讲有上帝的神踮伫恁内面，啊，恁就是属圣神。啊，若无基督的神，就无属基督。安尼表示什么？圣神就是上帝嘛，上帝就是圣神，上帝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圣神嘛。三位一体的意思就是安尼啊。啊，所以咱毋免阁有较早迄一寡教义上，也是较早传统的道理讲，啊，我甲上帝祈祷吼，啊，甲耶稣祈祷，甲圣神祈祷吼，到底有啥物对甲毋对？是在伫你家己本身全然的信靠。因为即个圣经节表示讲，上帝的神就是圣神，圣神就是耶稣基督的神，耶稣基督的神是上帝的神啊。啊，伫即个经节内面，完全拢包括在内，啊，都毋免阁互咱啊伫遐去想无吼，啊想无即个奥妙啦、奥秘啦吼。咱若注意啊，看即个啊中文的圣经内底，伊甲标示出来吼，讲。那论到恁，既然第一上帝的灵踮伫恁内面，恁就生活无受本性的支配，只受什么圣神的管束。啊，过来咧，就是无基督的灵人就无属基督吼。啊，所以甲这三项拢完全拢表示在内，用点伫恁的内面啦吼，即个空格的字无标红色出来吼。特别是有甲即个三位体的灵拢甲标示出来，但是后壁的文字就是咧表示上帝有踮伫恁内面，啊有圣神的管束，啊过来就是若无基督的灵就无属基督。啊，所以第八章第9节罗马书啊，咱若是要解说圣神，你读即节好听就对啊，读即节听到安尼道理拢明显啊，啊就是答案拢清楚啊吼。啊，佮续接的第10节，伊讲基督若踮伫恁内面，虽然恁的身躯因为罪死，上帝心会互恁活，因为恁已经甲上帝有合期的关系啦吼。啊，即个经节伊写的意思，咱简单来做一个解释，是讲上帝灵要互咱活，无受罪的束缚的死，肉体的死所束缚，啊，而且互咱成做义人就对吼，互咱成做义人，因为表示讲。咱即个有罪的身躯，因有耶稣基督伫咱内面，吼，伊遮个意思讲，耶稣基督伫咱即个罪的身躯内底，伫内底，虽然咱的身躯因为罪来死啦，毋过上帝的神佫出来啊吼，上帝的神要互咱活，耶稣基督的神，耶稣基督伫咱内面，上帝神要互咱活，因为恁表示你甲上帝关系吼，足亲密的。啊，毋是安尼三天地外有时啊讲一句安尼来听，根本甲上帝无关系，甲圣神无关系。因为你有合意的关系，就是足亲密的关系嘛。比方一对翁仔某有合意的关系，什么意思？也无咧斗阵，也无咧做伙生活，安尼是有啥物合意的关系，对毋对？啊，咱做爸母的甲囝儿，哦兄弟姊妹有合意的关系，就表示大家迄个亲情非常的亲密嘛。啊，所以。上帝互咱成做义人，迄就表示讲，咱甲主已经有建立一个伊甲咱拄则讲的迄个印证，圣神的勘验已经互咱知影，咱有罪，啊毋过咱因为主耶稣基督甲咱赎回，所以咱有即个福气成做义人，毋是咱自义哦，是上帝要互咱成做义人，因为圣神伫咱内底，所以。若要讲搁较进一步讲，是讲你是毋是真做义人？就是圣神有伫你内面，有改变你，有甲你迄个有罪的思想、有罪的行罪、有罪做无好的，拢对伊身躯刷过。然后11节安尼讲，上帝神有互耶稣对世人忠告啊，即个神若踮伫恁内面，即位互基督对世人忠告我的上帝，会通过踮伫你内面的圣神，互恁为死的身躯得着我。这经文吼，台语的，咱搁读一两遍啊，才会小可了解伊的意思。但是简单讲一句话，就是安尼啦。上帝要照着住伫咱内面的圣神，
拄则咱有讲，咱原来即个肉属罪的肉体是死的身份哦，但是因为有圣神踮伫咱内底，甲迄个生命赏赐互咱，互咱会朽烂的身躯变做一个荣耀的体。咱是何等的福分？因为即段经文，咱搁看即段经文，耶稣会告我，就是即个圣神伫主耶稣内底，对无？互耶稣告我的神，即个赢过死实的关系的神，也共款踮伫咱内面，踮伫咱内面，咱嘛共款要领受即个告我。意思是耶稣基督即个恩典甲大权能。要因为你的信圣神伫你的内面，互你甲耶稣共款领受到即个对死告我、即个灵魂的活命的祝福。啊，这是何等水的假施啦吼！上帝要照着踮伫咱内面的圣神甲生命赐予咱。啊，所以咱即2礼拜一直咧讲到圣神，那你的理解，我想无困难啦，无困难。啊！但是因为咱人吼，都是有咱时空的限制，敢毋是吼？你今日坐伫咱的教会4楼遮，你都无伫恁兜啊！啊，恁兜吼，你来烦恼讲啊，恁兜到底甲事关有好无？你若无叫人去看，你家己看袂着，啊，无你用监视器安尼。啊，这是咱叫做时空的限制吼。现代科技可能会帮忙你小看啦。啊，所以圣神因为要互世间人搁较明确知影伊的显明，伫历史的中间，伫圣经的中间有真多的样式。啊，以前牧师伫即个有关圣神的工地嘛捌分享过。啊，我要搁一个简单的复习啦吼，就是圣经中圣神同工的显现的模式。咱有一个印象讲，伫民数记的所在有记载讲，有风对耶和华出，圣神亲像风吹过来。伊安怎写呢？以色列百姓出来去的时阵，因为欠缺食物啦，对上帝安尼埋怨，定定埋怨，安尼嗷念，啊，都啦无所不记念就对啦，啊，都人啦恶脏吼，什么歹话拢讲会出来，啊，所以你若当心情咧歹的时阵吼，较少讲话，迄讲的拢无好话就对啦，啊，迄话吼足伤杀的，啊，所以吼，就讲圣神啊，互我的喙齿小可绑一个，毋通伤讲安尼。因人若埋怨的时阵吼，拢讲负面的话，拢讲有毒水的话就对啦，毒话就对啦吼。啊，因对上帝埋怨，啊，佮怀念埃及的日子吼，怀念埃及的日子。啊，所以这个故事讲起着摩西选70个长老嘛，圣经讲上帝灵停伫因的身上，因会受感动讲话。所以伫摩西的时代，上帝灵在咧运转啊，也毋是讲到圣神降临啦。所以，这个长老因为有圣神的同在，因就成一个有属灵的权柄。啊，伫迄个旷野的百姓，安尼欠缺食物，咱知后来有玛纳是一个代表对吧？吼，但是另外一个赏赐是食呢，圣经在记载哦，讲上帝灵显示异象，讲拄则讲有风吹啦。上主互风吹起来，讲规群的即个烟吞啊，吼鹌鹑啊，吼迄差不多像迄粉鸟啊，迄种大细只呢，对海象飞过来。哦，咱知影讲即个烟吞的卵甲肉真有营养的价值吼，有人甲伊号做烟吞是亲像动物的人参共款吼。啊，这是即个一种。啊，烟吞的即个图啦吼，啊，这是圣经伫出来记的时阵就记载啊，记载讲上帝风吹来，啊吼，才看会到、食会到的烟春肉，诚做以色列百姓营养的补给吼。啊，摩西选这长老，上帝有圣神伫因身上，互因下当做美好的见证。来做感动的话吼。第二位，咱看见讲约珥书内底，讲上主宣告以后，我要甲我的灵饼互每一位啦吼。先知约珥的预言，伊讲了后，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互有肉体的。你的囝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
恁的老人要得到面望，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这是伫先知的时代啊，吼，先知的时代啊，就到后壁面啊，上帝讲要甲伊的神降落伫有肉体，然后查某囝有先知的话语，连老人拢会做异象的梦哦，吼！少年人要看异象，表示任何人对老到少年囝、甲查某囝，若有圣神的临到，咱即个平凡的肉体，要为主做美好的工，要看见异象，要看见上帝的祝福。讲伫遐个日，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伫罗卜鲁比吼，这是伫用尼书内底所记载。佮另外一个真出名的即个记载，就是伫列王记的所在19章90到13节，上帝的灵用各种方式向以利亚来显现啦。即个故事咱检采细汉拢有听过，即个故事就是即个亚哈王的时代，吼即个当时的王后吼亚瑟别是非常非常的恶疾着对，因为伊拜偶像，伊是外邦人拜偶像拜巴力阿瑟啦，连即个王嘛，互伊拖落水就对啦，所以规个甲上帝放一边，因为迄阵拢对因拜偶像是王国上败坏的时期就对啦，咱才后来以利亚就甲遐先遐拜偶像的遐个先知遐个偶像的先知斗争斗，到最后以利亚处死，甲遮个王后亚瑟别的先知处死了，哇！即个亚瑟别已经挡袂牢已经忍无可忍讲好我规个王国四面拢是我的，较输一个先知就放声要追杀即个以利亚。迄故事就讲到以利亚原来是上成功的时阵，因为安尼遐侪人拍死伊一个因为伊有圣神的同在无拍算煞。当亚瑟别要追杀的时阵，伊人煞规个拢崩溃去伊好像讲孤立无援所以就夺命就对啦。故事记载讲，以利亚逃走到旷野，坐伫一丛罗丁树骹，现代话是讲杜松树啦讲甲上帝求死就对啦。这是迄杜松树圣经记载到遮，伊讲以利亚佫行40暝日，逃走到西奈山，就是何烈山的山洞尾起来，精疲力尽心情足郁卒的就对啦。一个成功的人无偌久以前，咱咧庆祝伊的成功，伊的辉煌，无拍算，迄个恶势力一个反扑的时阵规个拢放弃，因为迄个时阵伊无搁再好好细字伫骄傲中间，无搁靠圣神的规律。显然伊已经无有上帝的应允，互伊迄个气力继续拼斗，伊用人的骄傲所占着当上时的成功。所以变做伊等于伊无圣神同在，就变做一个平凡人若要讲手无寸铁遐暗杀的人，遐武士迄一个都有法力所以无怪伊会逃走毋过伫即个状况的中间，上帝灵的显现这是何烈山的相片啦圣经记载安尼写，讲列王记19章第90到13节，讲上帝灵用各种的方式以利亚来显现。上帝经过讲招来烈风，互山崩地裂咧。而且伊才有写记讲上帝互地动，上帝互地动了有火，上帝伫火以后，佫有发出轻微温柔的声。我分享这经节是要互咱兄弟姊妹讲，哇，原来圣神伫逐个世代伊显露的方式拢无同，为的目的就是要互你知影讲，你看会到，你感受会到。你五官会感受到的圣神拢捌显现过。过来较熟的，就是咱五旬节的时代使徒行传第1章第4节第8节，耶稣吩咐门徒讲，伫耶路撒冷听候上帝应允。伊要像以前耶稣应允讲，圣神要临到门徒，就会充满能力，然后伫普世为主做见证。这嘛是搁一遍来见证耶稣基督上天了后圣神的时代、运作的时代。所以咱看见。迄个圣神降临者的迄个现象，就是2章2节，对天有声，亲像大风在吹，甲迄个
旧约的时代，有风对海面吹来，有烟吞入来，拢共类似的记载呢。二章4节，圣神充满伫门徒的身上，因就照着圣神所赐的才能，开始讲别种的语言。毋是讲字音哦，是讲外国话哦。像你现在安尼讲台语，突然间你要讲客家话要讲原住民话，迄足奇妙的你也无翻译机就是直接你会晓讲这，这是圣神的开力。所以用这个显露来讲，用这句话来做一个表达讲上帝因为咱人类感官甲知觉领受有限啦我都有讲你现在伫教会咧做礼拜，你就无伫你的厝嘛但是咧，圣神透过人习惯的方式来证明伊的开力。咱习惯的方式就是讲，我目睭看会到，鼻会到，经验会到，我的肉体伫即个三度空间感受会到的，亲像咱对头前遐看到的风啦、火啦、春雨啦、高油啦，这等等。好，遐尼即位，咱要认捌圣神。伫理解上无问题，我想你甲我拢共款一个疑问，还是讲共款一个需要，讲安尼我是要来甲圣神做伙生活？我知但是要甲圣神做伙同行这是咱今仔日主题，也是即个结尾重要的结论啦我先介绍一本册这本册有一个最近真出名的即个灵修的即个师傅的对，还是讲一个牧师，伊讲即个叫做大卫·赫兰德兹，伊写一本册讲甲圣神做朋友的生活。安尼伊是甲圣神的同在写甲安尼真生活化足生活化。即个赫兰德兹伊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嘛是布道家，搁一个异地侍奉者、作家甲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啦，是一个真少年一个新的一代的青年的布道家安尼。伊写一本册叫做《甲圣神为友的生活》内面有几样教导，你看就知原来即个甲圣神安尼做伙，毋是遐尔安尼三天地外，也是讲安尼高高在上讲距离好遥远袂即个重要的教导，就是起头就是即则圣经咱顶礼拜所读的《约翰福音》4章16节，就是讲耶稣应允，伊袂留互你家己孤单面对人生啦，即个咱基督徒绝对爱。当你安尼足郁卒、足野线、足软足的时，你也想讲耶稣讲圣事圣神父我是安怎？我是家己一个安尼忧头革面的，我是家己怨叹家己的。伊要应允圣神互你无互你家己一个孤单无伴面对人生伊讲要应允一个可亲又有能力的帮助者，足可亲近，而且是有气力的帮助者，就是圣神。这是伊用现代话所描述4章16节，约翰福音4章16节这段经文拄则我有讲，咱伫圣神侪的显露的中间，上重要迄个关键，就是讲，因为咱就爱靠圣神，有时体贴咱所以用咱感觉会到的、看会到、经历会到的，包括讲方言对吧？这个是要互你即个肉体的身躯印证，但是若无显露这的时要安怎？这是咱所面对的一个信仰上的困难，就是伫上帝甲咱中间唯一的距离啦，就是咱对伊的临在无感觉。这点我想是你我大家人共同的。当你心思操烦心思无讲啥人知的时阵，你若无感觉到圣神的同在，你就会孤单嘛。你烦恼甲忧闷，因为你要甲求上帝求无我记得咱进前嘛有咱的兄弟咧见证见证讲好像上帝无咧听我讲好像是上帝甲我离开足远的就对啦。所以基督徒上重要一个门槛，就是你要参觉上帝甲你做伙，
信心甲你做伙。啊，这是基督徒一个基本功啦。这个基本功若无跳过来，你读圣经无滋味。啊，所以定人咧讲，你要爱，你若困袂去吼，圣经读咧就困去啊。啊，这什么意思？就是若无信心动作，圣经煞变做你的重担，敢毋是？啊，这事拢是互咱一个操练，讲我要安怎感受到圣心的同在。过来，就是你甲圣神的友谊，要带互你所需要一切，爱听圣神的话，啊，轻声细细的话，你必须要挖近啦，你要靠近，你要跟圣灵走得很近啦，走得很近。过来，若是你甲圣神挖近，甲伊做朋友，你就会愈来愈听会到，更较亲密来认捌上帝，更较亲密来认捌上帝。然后，因为你亲密来认捌主，你会对伊的声音有信心，满怀着这个疼，踮伫伊的性格的内面，你会带着能力，行伫伊的心热大能的中间。这本册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意思是耶稣应允圣神，你我拢有。第二，你会甲圣神有距离，是你无察觉到，你无去敏锐去察觉到圣神的同在。第三，圣神毋是高高在上，好像一个足威严的主人，伊是你的朋友。啊，所以若是安尼，最后牧师要甲咱建议有几项生活上的需要，你会晓运用，你就知影讲圣神甲你是足亲近的。咱免讲你咧读册啊，你咧做研究，你伫生活上种种的事，你常常心内拢有讲，圣神求你甲我同行，圣神我需要你，圣神啊帮助我。我会记得我接牧师伫进前有捌几啊摆拢去韩国访问啦吼，韩国访问啊，有时是牧者的访问吼，啊，阮会有因外国。啊，就是韩国的在地的同工啦，也是牧师开因的车载阮吼。啊，阮一个上车的时阵吼，要开车进前，人迄个司机吼，无想讲行，咱要出发啦。伊先甲手放伫迄个handle路顶悬，卡压落，一个短短的祈祷。我甲问讲，这祈祷啥物？讲圣神啊，我要出发，求你甲我相同行。我咧讲。甲圣神同行的生命，你就是你生活上简单的事来开做起啦。你每一遍要开车的时阵，无差到迄2分钟，看伫你的方向盘讲圣神啊，请你甲我相同行。这辆车咱保养得真好，这辆车啊，咱是迄个出名的车厂出产的，迄拢是对互你有信心。但是上路车咧震动。都无一定甲这辆车好歹有关系啊，是甲开车的人有关系，敢毋是？啊，所以你讲圣神啊，求你甲我相同行。之前捌讲过一句，有人听起一个笑话啦吼，讲一个少年囡仔，当开始会晓学着机车牌，哇，啊是阿嬷足疼的，阿嬷买一只新的迄个奥拓牌互伊安尼，吼啊专工搁去庙呢吼，去请一个迄个平安符哦，甲挂在迄个机车的龙头顶悬哦。好啊，迄个囡仔吼，当学开车足欢喜的，对毋对？哇，啊，就出去啊，就开始吼，少年人嘛，骑车骑足紧就对啦，呼叫就对啦。啊，骑无几摆啊，就去弄着迄个车迄个壁吼，啊弄啊规只车破糊糊安尼。哇！这车破报销去安尼，啊，转来就甲伊阿嬷骂啊，念啦，讲阿嬷，你请迄个平安符也无效啦，害我弄了，这车无菜去啊吼。迄阿嬷就甲伊讲，你骑骑几公里啊？我骑110啦。阿嬷甲应一句讲吼，迄马祖速度甲100尔，你啥110，对袂着啦，对袂着。啊，这是一个讽刺的笑话，啊，互咱知影讲吼，你什物平安符一大堆啊，你无要好好开车，无要照交通规则，你较搞嘛无效。但是咱有一个感想，
有诶世间人要求这平安符，3岁3岁，大家要保平安，对毋对？啊，这个妈祖对伊袂着，但是咱的圣神毋是，圣神是甲你同行的。当然，你毋是雕工要用危险、用遐个风险冒险啊来试圣神有要救你无？毋是，是你随时感受到圣神的同在，毋是靠迄个平安符。今仔日若要讲一项，就是讲，咱逐个人咯，已经手机不离身啊。因为咱已经毋是用靠手机咧敲电话啊，敢毋是？手机是你随身的秘书啦，对毋对？你要去食一个好食的迄个在地美食啊，你家己落去，伊就甲你带较到，真正是随身秘书跟指导，啊，伫生活上足方便。但是请会记哩，这个手机袂当做你生命的秘书啦。咱的圣神才是，圣神就是你生命的秘书，随时互你得到帮助。所以你甲伊愈亲近，当你咧思考一件事，当你要做决定，当你拄着困难的时阵，会记你圣神伫你身边讲：圣神啊，这搭要安怎？过来面啦，我要讲啥？随时是你，你若甲伊亲近，伊就愈指示你。兄弟姊妹，咱知影现在的 AI 人工智慧啦，手机拢是全能的吼。有时我有咧想讲，啊，足方便无毋对啦。但是我想讲，若突然间有一日你无手机，拢停电去吼，咱即个生活毋知要怎过，可能煞袂晓生存，你敢知？因为你都讲靠伊啊，有时若停电，冰箱也袂用接，微波炉也袂用接，也无电费，你要哪生活？有时咱咧想到这呢，乌克兰发生战争的时阵足侪人拄着困难，就是安尼，因为原来足习惯的迄个科技的生活突然间断去。所以我就想着讲，你靠这个外在科技的物件是真好，但是你若完全依赖它，你就有一天你会困难。原住民因较早活伫即个山顶，因敢若2项物件就会当生存啦。2项物件，因为拢是即大自然的生活中间。第一，伊爱身躯扎一支刀，扎一支山刀；佮另外身躯有种拍火石，还是讲会当甲点火。伊去到山那，去遐个几千公尺的山那去遐规礼拜，有时甚至规个月毋免倒来厝，因为伊有即2项物件，就会当拍蜡，就会当点火煮物件，就会当点火来保温，安尼伊就生存会落去啊。现代人因为太依赖，煞逐项拢当无的时阵，我会记有一摆咱台湾嘛停电几啊日大家毋知要哪过日的。兄弟姊妹，圣神是你随时的帮衬，过着甲圣神同行的生活，毋是遐尼困难啦，是你心心念念随时想着讲，圣神，请你指导我，圣神，请你帮助我。因为即个毋是你有啥物特权，这是上帝予咱的恩典嘛。上帝应允要互你的，上帝甚至应允讲，圣神伫内面互你。会享赖的生命要得到我，是上界欠的部分都互你啊！是安怎？咱生活中咱无好好来运用，所以咱有时追求圣神的感动、圣神的同在讲方言，这是互你印证你知影讲，真正圣神是伫的。我颠倒是爱伫生活中、伫你的工作中、伫你的生命中。伫你的事业的顶面，伫你开车的时阵，拢有圣神的同在。迄个2年前过身的即个韩国迄个顺福音教会赵永基牧师有人介称伊是甲圣神同行的属灵的长者。伊逐摆若要侍奉也想做一寡重要的事，伊拢会讲出句讲：圣神啊 ，Let's go！ 安尼。Let's go！ 就是讲，咱做伙来，毋是干那我靠我家己啦。圣神啊，咱做伙行。我期待咱每一天早起来的时阵，你感谢上帝恩典，感谢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你讲圣神啊，求你甲我相同行。伫今仔日，我活出主你的恩典。愿主，互咱真正过着一个甲圣神同行的生活。咱要来吟一首安尼真下着圣神
的即个诗歌吼，就是求主你用圣心来充满我的心，吼，求主你用圣心来充满我的心。咱来吟第1节甲